外年，犹原也是想念你。若看到别人拢有妈妈在身边，妈妈你到底倒位去？妈妈，听人讲，我3岁时阵，毋知为着什么代志，你煞来离开着爸爸的身躯边。到现在已经10多年啦，虽然袂得通看到你的面，但是我的心内不时就是思念妈妈你一人。妈妈，你毋知有在生活也无好。毋知为着啥代志，妈妈煞来离开去，害阮每日心伤悲。踮在爸爸身躯边，虽然幸福的日子，有时阵想起妈妈目屎流袂离。妈妈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爸爸虽然真疼我，但是因为伊的身体带病，所以时常袂当出去趁钱。有时阵我也看着爸爸摕着你的相片，悲伤伫流目屎。妈妈，你若看到，毋知可能也袂好。夜里有人对我讲，妈妈你在他乡里，予阮心内暗欢喜。想着母子的情谊，阮也毋甘愿分离。阮想要来去他乡，甲你相见面。妈妈，你毋知想怎样？